看赤脚步。师傅已经过身啊啦！阿爹无害，杨太叔，你是咱太可恶！少安，你想莫遐尼冲动啦！丁小妹手官已经叫太师抓回去啊！太师又讲，只要你若交出宝物，伊就会保证阮手官平安无代志。宝物？什么是宝物？安尼珠玉甲酸碗啊！珠玉酸碗，我根本都唔知迄是什么物件。我是捌听师傅提起啦，伊讲这两项宝物是宫中的宝物啦，啊是狱中的极品，啊是讲我都唔捌看过。小安，敢讲你真正唔知影师傅将这两项宝物藏伫什么所在？我根本都唔知影。不管安怎，我一定为着阮小妹要来查一个水落石出。我来去太师府，找杨太师算账。嘿，小安，你听我讲啦，啊杨太师怎啊，人伊势大财大啦，啊你只不过是一个平民百姓尔，你是要来甲伊相对抗啦？天上虽然无照价子，人间的公道是照天理。皇亲国戚嘛明是非，岂用伊重势将人欺呀？将人欺！小安，不管安怎，今日就算牺牲我这条性命，我都要伫遐太师府探一个究竟。小安。这个杨小安气势不凡，但不过伊身边拢遮尔啊坎坷，实在足可怜。但是互我拄着，我嘛袂使无管啊。嘿，安尼我这个雪碗我先卖行伊，我甲军中快来变啥物嘛？有事，你出来，你叫我的老爸命来。大胆！你又想要我？就有事，王你贵为太师，你竟然派人抬死我老爹，掠走我的小妹，什么道理？奇怪，这个梁小安哪会甲皇上这么同款？莫非？你哪唔回答我？梁公主，老夫并不是一个不明事理的，因有人密报讲你来爹私藏宫中失落的国宝珠玉酸碗，所以老夫才会派人去调查。哪会知影你来爹竟然会畏罪自杀？这个罪过怎能由老夫来承担？遐若是恁小妹，伊现在平平安安在太师府中接受老夫的款待。小妹，一派恶言，你敢骗我？梁公主，如果你若是唔相信这，你应该入去府中，甲你的小妹见面，当面甲问一个清楚。好，等我记住阮小妹，你若有骗我，我绝对无饶你。
梁公主，请。小安，慢请。伊安尼就是平安带着太师府，叫甲放开。梁小安，请你将自玉书案交出来。林小妹，你即时会当带伊离开这个所在。同时，老夫也会禀报朝廷，记你一个大功。我根本就唔知影什么自玉书案。假使若有自玉书案，你敢会当互阮阿爹起死回生，赶紧将我小妹放开？若无今日我梁少安都大闹你太师府。大闹太师府，哇哈哈哈哈哈！梁小安，你已经无迄个机会啊！太妹妹，来啊，甲阿伦带来。是。小明齐怀温叩见太师。徐怀温，你讲自玉个算案藏伫梁家，但是梁家顶顶下下拢找过，拢找无自玉个算案，这点你要最好解释。这想到你竟然敢欺骗老夫，来啊！走！太师饶命！太师饶命！小明搁较好打，都唔敢欺骗太师。小明确确实实受看到师傅咧算这个自玉甲算案。也毋过，伊这么藏伫啥物所在，我都无清楚啊。要无安尼，我来见少安甲秀官，无然暗暝遐会探查出消息。你确定是自玉个算案？无毋对，甲太师所讲的一模一样。这自玉是一粒真水真好看的红玉球，拄拄啊好会用放入一个真雪白玉碗内面。你敢有发现其中有啥物奥妙？啥物奥妙？有啥物？我有会搁再互你一摆机会，但是这摆只准成功，不准失败。多谢太师。小明，还阁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有啥物要求？你讲。小明想要要求太师成全我甲梁家小姐的婚事。会用。只要你找出自玉个算案，老夫就成全恁的婚事。多谢太师，多谢太师。启公主，请。秀官，是你，原来你已经投靠太师府，你为了巴结太师，竟然做出对不起我梁家的代志。秀官，哎，秀官啊，你莫安尼啦，我咧所做的一切。拢总嘛是为着你啊！咱两个自细汉就斗阵大汉，敢讲我对你的心意，你一点仔都看袂出来，哈？一向将你当兄长，并无感情在心中，定亲对你是妒气重，日出卖良家宋天良啊，宋天良。我一向嘛真尊重师傅，也毋过，伊无应该来反对咱两个婚事。你敢知影？我自早就将你认定是我的人啊！我无法度目睭金金，看你将来嫁予别人。你来点去！你阮将受抱如禽兽，害阮定亲是一命休，梁家毁在你的手，你我不共戴天仇啊！戴天仇！秀官，你莫搁再讲，你出去！我莫搁看到你，我真心不看到你啦！也毋过我一定要来见你。秀官，眼前的环境是现实的，你着爱甲任何清楚。我梁秀官，命只有一条，马太马寒，犹在你。真好，秀官，你既然无顾到你的安危，你原来袂讲无管恁阿兄的生死咯？大哥，怎啊？恁大哥的生死，拢掌握伫你的手内。你讲这什么意思？无啥物意思，只要你答应阮两个条件，
太师就会将恁大兄甲放走。安怎？第一个条件，你就要答应嫁我。也若第二个条件咧，你就要好好设法去说服着恁阿兄，将珠玉甲雪碗交出来。我若唔答应咧，老实讲，你若是唔答应，恁大兄就一定爱死。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倒转，袂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嘿，人来看你啊！蒙拍过。老公，秀官，怀孕，老公啊，老公，你哪会来？我已经禀明太师，讲秀官伊是冤枉的，所以讲太师就将伊释放啊。真是的。老公，真正是莫讲这，即摆上重要是我要安怎救你出去？阿公，你若出去了后，你一定要保重你家己。怀阮，我唔相信太师会相信你。敢讲小安，我是为着要救你才会来的啊。救我？是啊，发生代志了后，我有四界探听走踪，才知影讲师傅伊私藏吊定的国宝。想讲你转来了后，这代志是毋是有转机？殊不知你冤仔去互关入个大牢内面。我为着要救恁两兄妹啊，吼！我是向太师安尼有喙讲甲无烂，一直甲纠缠啊。结果太师伊答应啊，也毋过伊有一个条件。就是爱你将这个珠玉甲雪碗交出来，因得放恁自由啊！什么自由雪碗，根本我都唔知影什么物件，我是要安怎交出来？老公，可是讲，你若知影自由甲山外下落，你就别讲错，遐若无，恐惊你有性命危险。恐惊什么？阿爹已经死了，我袂当替伊报仇，我的性命算什么呢？小安啊，咱眼光就爱甲放较远一个，就算讲你无顾到你家己的性命安危，你嘛免无顾到秀官啊。啊对啦，还有一件代志还未甲你讲，太师已经做主将秀官许配予我。什么？你讲什么？你听无清楚？我搁讲一摆互你听。太师已经做主将秀官许配予我。秀官，你讲这敢真实嘞？原来这件婚事，我真早就向师傅提起，要毋过师傅怎啊过身去？我只好求太师做主，将秀官许配予我。放心，秀官若是嫁我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伊一世人。哼！太师是阮刘家的寿人，伊有啥物资格替我的小妹主婚做主？秀官！阿爹是被太师害，怎可听因的安排？你对怀孕都无意爱，为何答应结将来？只怪小妹命太薄，新妇又去叹奈何。为了暂时将命保，愿意怀孕结死路啊，结死路。想会当到，你是一个贪生怕死、爱无虚荣的人。我不爱记你，你跟我走，你跟我走！老公，哎，小安，你何必就遐尼激动呢？阿达，秀官安尼做也无毋对啊。阮会安尼做，拢是为着你好呢。只要你将这个珠玉甲雪碗甲交出来，哈，太师一定会放你自由的。搁再讲，无定着会赏你一官半职，一世人荣华富贵啊！爹你，你给我出去，走开！老公，听我解释，我毋是迄种蒙恩背去贪生怕死人。
只要你保住这条性命，阿爹完事随时拢会报啊！你敢出去？好，小安，你好好想看卖啊！人伫咧讲，识时务为俊杰，你着想法清楚。小关，行。阿爹，你死去太晚了。你若是有灵有舍，你还救你的囝，早一日叫你报仇雪恨。大哥，来田阿母，进来去。我应该将部先交予我锁碗交予伊，通我互伊救人。也毋过，这个锁碗是唯一的线索，我看是先救伊出来，再过来拍算，才袂真紧弄破碗。当我叹口一我的歌，紧倒转去，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头家娘啊，才拜托你来帮忙一下啦！我你讲吼，我这个人吼，实在是吼，阮兜好野人啦，啊，都无法度咧，啊，都我成一个事故，啊，到即摆吼，规家伙死了了啊，死甲剩我一个呢！你看，啊，甲剩一个古董观音啦，啊，这古董观音哦，我价值连城咧，我留着三顿，我都来拜托你，来，你只要开一个价钱，我随时就买你啊啦！我知影啦，看你的面安尼乌酥酥，我就知影讲恁兜一定是火烧厝的啦。但是哦，我嘛算出外人啦，买这都无路用。咁我，歹势。吴小姐，你较有同情心啦，拜托啦，甲我买一个啦，好无？买一个啦。你去找别人啦，我无想要买物件。啊，无你啦，千年观音咧，你少够啰嗦呢，无爱就无爱死啦！哎呀，姑娘，你安怎啊？哎呦呀，唔错，哎呦，但是讲吼嘛无要紧啦，我这种人吼，会安怎也是无真严重就对啦。啊，歹买啦，啊是稀罕啥物话安尼，这个歹啥物话安尼。别混，你是咧创啥？人都已经有8万块咧，你搁共请？明珠啊，你也看，迄个人鬼头鬼脑，迄观音绝对是假啊，迄根本就是变神啊！对啦，明珠啊，你的年纪啊，佫足轻诶，你世事哦，毋捌的代志也真济啦。你无听人讲这江湖上哦，足济歹人伫诶。咱是出外人咧，人讲小心无是本啊，知无？我知啦，咱即摆出来目的就是要找赤脚步，哪知影无代无志，去当落一个乞食步。好啦，时间也无早，甲问小姐看偌济，算算个咱通休困啊。哦，小丽，啊，我一袋咧。乞食步。我放肆啊！啊，这当食袂食甲当尾啊！啊，这道生意真稳赚，我一年啦2摊就赚袂完，古董珠宝拢无限，无我因歹运落难产。老师啊，伊三个吼好呆，到即摆搁咧食物件。较等下吼，伊若知讲伊即个底下物件我偷摕来吼，无钱通我纳税，一定吼就惊甲咧喙开开。本来生做真可爱，偷人钱财不应该。查某的心骨是真正歹，小心下摆无人爱。你实在真好大胆，竟然搁偷摕我的钱！是的啦，我毋是挑工的啦，我来教伊偷摕，我是正头无主去交着你这个钱袋啊尔啦。其实我跟你讲啊，这我拢不晓用，真正我不晓用这珠宝。有我别解，我看无是点仔互你教死哦，你毋知影死我。好啊啦，路卡，人伊都讲钱要行，然后你就莫为难伊啊。哼，拄着阮吼，算你好交运，换做是别人，
一定甲你送寡妇兼办。大爷多谢你啦吼，是讲你可怜我啦，你同情我啦。我这去食好是有够衰哦，种半发菜瓜。我甲你讲，若我最近的运哦，因讲配水喏吼，加食啊加到死去，你知影无？我甲你讲啊，你会可怜我。我这阵去食地盘哦，都已经去互占了，互抢去啊。去食爱抢地盘啊？哟，你煞毋知影？若迄个去食婆吼，迄个赤白白，毋是啦，叫做赤骹婆啦。你是咧讲啥？赤骹婆？哈？你拢捌哩？迄大爷，歹势，因为我未听讲你讲伊歹话，狗话一讲话讲规帮，大爷歹势，啊，为迄个地盘都去互占尔吼，啊，就规好伊啊啦，我规个包围大就对。来，等这紧张，用你了。你即摆提上时啊，这是要创啥？只要你若甲我讲赤骹婆住伫什么所在，这个珠宝甲银两拢你的。哈？这全部拢我的，爱到你咧想我已经庙内啊。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北远的故乡，你才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天？路送天气真凉，你也家己加清爽，袂当陪伴踮在你的身躯边。做女儿虽然不好，但是时常思念你。当我窗口有一我的歌，紧倒转去。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北远的故乡，你才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？